喺中山買樓，市場信息比較繁雜，手不留神咧，可能就會中伏。我結合咗最新嘅使用情況同埋各類人嘅經驗，梳理咗幾個比較關鍵嘅注意事項，可以俾你喺買房嘅路上少走彎路。第一個，揀啱區域，避開畫餅陷阱。揀得到啱嘅區域咧，就係相當於買房成功就一半啦。中山唔同嘅區域，佢嘅發展階段定位差異好大，要根據你自己嘅需求嚟揀。比如話你係攞嚟自住啦、投資啦，或者係養老嘅。第一梯隊核心抗跌，適合自住。比如話東區、石岐、火炬開發區呢一啲係中山嘅核心區域，配套成熟，有優質嘅學區啦、商業、醫療資源同埋一個房產嘅保值能力，相對係比較好嘅。第二梯隊成長性比較強，適合長線投資，比如話翠香新區嘅馬鞍島啦、西區啦。馬鞍島咧係深中通道嘅橋頭堡，規劃咧係比較高級嘅，但係配套兌現咧都係需要時間嘅，適合長線嘅持有。西區有舊改同埋商業升級嘅潛力，但係咧亦都係需要耐心去等待。第三梯隊係近珠海，適合度假同埋退休。中山南部嘅坦洲啦、三鄉啦、神灣呢幾個區域咧係深受我哋香港朋友嘅一個青睞。有啲樓盤咧唔單止佢嘅環境優美啦，性價比亦都係非常之高嘅，適合港珠澳嘅朋友過嚟度假同埋退休居住。但係一定要謹慎選擇，比如話遠離鎮中心啦，缺乏人口導入嘅一啲邊緣嘅板塊，以及單一概念嘅支撐配套遲遲都未落實嘅一個遠郊大盤。尤其要警惕嗰啲號稱係臨深，但係實際需要繞行通勤時間好長嘅樓盤。第二個，算清帳目，警惕低首付嘅陷阱。首期5萬住3房呢一類型嘅宣傳背後，可能咧係捆綁咗高利率嘅信用貸，或者係延遲網簽嘅風險。一定要算清楚佢真實嘅月供同埋總成本。貸款最優嘅策略咧就係優先使用公積金貸款，因為係利率最低嘅。其次咧係組合貸，喺簽認購書之前咧，最好做好呢個貸款嘅預審，確保自己嘅漏水同埋徵信符合要求。第三個，簽約復位，守住你自己嘅銀包。簽合同係買樓過程中最關鍵嘅一步啦。任何呢個口頭嘅承諾都係冇效嘅，白紙黑字先係最重要。要查驗呢個五證，尤其係商品樓預售證。呢個係樓盤合法銷售嘅一個憑證嚟嘅，可以喺中山市呢個住建官網查詢。冇預售證嘅樓盤風險係非常之大嘅，一定要仔細讀呢個合同，重點係睇呢個面積嘅誤差啦、交房日期啦、裝修標準啦、違約責任等等條款。對於好似贈送面積啦，要確認係咪會寫入合同，並且會辦理呢個房產證，否則可能存在呢個違建嘅一個現象嘅。第四個，付款要謹慎，所有嘅購房款都係必須要打入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上面標明嘅預售款監管專用帳戶，防止發展商挪用呢個資金，導致呢個樓盤爛尾。第五個，揀房嘅一個實戰細節決定你嘅體驗。睇樓咧唔可以只係睇沙盤同埋樣板間，要多啲考察，關注細節，了解呢個發展商嘅實力啦，優先選擇資金實力比較雄厚、口碑比較好嘅大發展商，可以好有效咁降低呢個樓盤停工同埋爛尾嘅一個風險。揀呢個戶型同埋樓層，優先要揀南向或者係南北通戶型方正嘅樓，東戶同埋西戶通常比中間戶嘅採光同埋通風會更加好嘅。要親自去實地考察，比如話下晝3點鐘咧去睇下佢嘅採光，落雨天咧去檢查有冇漏水，晚黑可以感受一下呢個噪音嘅情況。對於二手樓咧，可以揾機會同小區啲業主傾傾偈，了解一個最真實嘅一個居住體驗。第六個，買樓嘅一個核心原則就係自住睇便利，交通、商業、醫療係日日都要用得到嘅，比任何遠期嘅規劃都要實在。投資咧就要睇人口啦，你要跟住呢個產業同埋呢個規劃走，有真實嘅人口流入嘅區域先有未來。
寧願要呢個核心嘅小，唔要遠交大。核心區域嘅樓咧，抗跌能力係比較強嘅，流動性咧亦都係比較好。好啦，咁呢一期關於中新買樓嘅乾貨咧，就分享到呢度。喺影片呢度咧，就唔係好方便同大家講太多樓盤嘅不利因素啦。因為一旦講到發展商唔想聽到嘅嘢咧，小則影片被投訴，大則會被起訴。希望大家諒解。如果大家想具體了解邊一個樓盤咧，可以喺影片嘅呢個上方揾到 Henny 嘅聯繫方式。我會將樓盤嘅優勢啦、劣勢咧都要同大家講清楚嘅。咁下期再見啦，拜拜。